咁今日非常歡迎大家嚟到裝備今天啟動未來社區嘉年華。我哋有兩個好重要嘅創新項目啦，分別係港深又港金同埋樂齡展耀通。我哋希望可以基層市民早啲為咗自己嘅財富同埋健康都可以作出嘅準備。咁希望我哋就係透過講理財嘅時候，就係更加希望嘅就係將一啲正向嘅表達、溝通嘅方式去帶到俾佢哋嘅屋企。屋企嘅父母先至係一個俾小朋友可以向前進嘅一個目標，等佢睇到原來家長係都會識得尊重我啊，識得去理解我啊，咁佢自己又會肯去發表。智障係冇辦法醫好㗎，但係呢個計劃可以知道自己嘅水平係邊樣，可以預防到，但係減慢個認知障礙方面嘅進度。我覺得呢個評估應該幫到我嘅，咁啊俾我知道我自己嘅退化問題啦，咁我就應該揾醫生去為我解決呢個問題啦。今日活動玩得好開心，好好玩，同埋有知識，學咗慢慢行，行路要小心。你應該買嘢之前要諗下，其實係需要定想要先。銀行密碼乜嘢人都唔講得。咁我哋希望喺3年呢係可以達成有10萬名嘅街坊呢係可以得到我哋嘅幫助嘅。咁我哋一直相信呢，當社區嘅弱勢社群可以擁有足夠嘅知識同埋資源嘅時候呢，可以有更加有信心去改變生活。